就是笑脸迎人嘛，对不对？非常的快乐。所以呢，如果你碰到事情的时候，泪往肚里流，但是面带笑容，那是无上的布施啊，很快乐的。其实修道真的是发喜的，了愿真的是幸福的，就看我们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你用很感恩的心态，早上醒来，哇，我可以活起来，就非常感恩了。我们可以在大休息，哇，太感恩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笑脸迎人啊，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好，单单纯纯的什么赤子心，很多事情啊，就一条根的路啊，一条通到位，没请他贼，照表施功，保证成功，就这样。我们带着赤子心，我们快乐的休息，每天面带微笑，很多事情都过去。你太在乎，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应该要这样。其实为什么应该？没有应该的，只要这个众生能够成全起来，就是应该的哈。好，来再来包容万千的什么载度相，对，然后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嘛，能够包容多少人，就能够成就怎样多少人。这个被你陪同的人，你能够包容他的优点缺点，你就是他一辈子的，他永远感谢你，永远记住你。好，有伟有丑的什么英雄胆，大穷大白是吧？俯仰无愧啊，当然都不怕苦不怕难，桀风沐雨往前冲，哇，人家会对你很尊敬的哦。再来，勤劳敏捷的什么兔子腿，其实呢，这个勤劳敏捷在道上呢，它是必备的条件。天者，做天造，做路来路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陪同的就会很成功。你看啊，我们自己本身有道路，我们要成全道亲，要办很多，然后他要出去，我们要陪着他，这个是不是要很重要的兔子腿，对不对？你知道后学呢，在几年前有带一个练讲班，有一个班员哦，练讲完了哦，后学跟他讲，讲师，你推荐表怎么没有交出来？填写来，推荐没有交出来，后学要给你还是签名的？他跟后学说，我早就是讲师了啊。你早就是讲师了，为什么？他早就闭班了，他是陪里面的一个人从新民班读到什么？从变成班，不得了真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我们就知道，真的有这些事，但是这个人带起来，真的有带起来哈，很重要的。所以呢，成全人绝对跟口才没关系的，跟你有没有这份爱，跟这份使命是很重要的哈。再来，10倍付出的什么？多心嘛。你知道吗？后学听过一个故事啊，是有一个主线的前人啊，后学先不要讲那个主线，就那个主线的前人啊，他不认识字，不认识字呢，但是呢，他很慈悲的。结果呢，有一个律师，有两个，一个律师跟一个人，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那个前人去问他嘛，他就想一个太太而已，还想渡我，还不认识字嘞，看不起哦。结果呢，后来呢，那个律师他同学两个，那个律师呢得了癌症，结果这个前人呢，他就赶快去祈求老天慈悲啊，求贡茶，让他能够怎样？他也没有想到说一定要渡他，就是要让他身体好起来，就求了贡茶给他喝，喝了之后有没有好起来？有。结果那两个人就是那个前人推展道路到世界各国的重要两个任督二脉，就那两个人，任督二脉，好窄，因为那个前人不认识字啊，还裹小脚啊，怎么可能？所以在这个过程不是怎么可能，就是可能，因为怎样？他一心有天，要得天心啊，感动天，感动地，感动人，感动无形的众生，打帮助道，感动仙佛，打帮助道啊。那癌就会变好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是很重要，最重要，我们能够感动天吗？我们连人都不能感动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感动？不可能的，对。所以要得天心，还要一心表天，还要忠肝义胆，还要有情有义，哇，这些还要不是有情有义，要守忠敬义啊，那是很重要哈。好，再来善言善语的什么莲花口，要口出好话，要讲不好的话就不要讲了，吞下去。要讲的全部都是好话，都是鼓励的话，都是正能量的话，都是好的话，这是真的哦。来，我们要来做一个试验，好不好？但是现在10分钟不要了，下次再做。如果有机会啊，后续要试验哈，什么叫负能量，马上在现场就可以试验出来的一个研究哦。没关系，下次。